对路รา高推看讲下，发动中國嘅美景看透透，尤其係山腳下掠咗四種頭，可能有人懂到真正嘅故事。兩天村最早嘅時節係避難出界獵場，也會咪係日本人民春節日。修出嘅大路、老車車嘅土地規劃，都係對日本時代留下來嘅。特別推動係這個王國，保護認為此地不應破壞，這個天天嘅消息。不過，你下下就區有心嘅人，東十萬界成為簽證，記錄將嘅成長。其实你们对那个蝴蝶的幼虫，你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害怕的观念哈，包括我小的时候也一样，爸爸妈妈就说那个东西不要抓，不要摸。其实大家对它不了解，蝴蝶的幼虫很好摸。这是蝴蝶幼虫啊？对，就是红纹凤蝶的，这个跟绒布一样，很好摸。我以为是蜈蚣呢。真的啊，刚才你们可以摸摸看啊，哎，顺着这样给它摸。中间怎么？不一样，那是它的特征，哎。我以为是毛毛虫。唔了解嘅人看到冲头都係安樣，我很黑。來，你們看這裡哈，這個是羽化的空殼，那這個還有的，这也是還有，這個還沒有變成蝴蝶。哦，幾個用壓空掉了。對，這已經變成蝴蝶飛走了。那這個。兩天這個保育協會嘅會長李萬基，當為如何解釋這個生態，也會係加福海發展。讓人見往昔老夫世界日，專歸起住嘅保育類往上鳳貼，啲嘢竟然慢慢都看得到，本人想唔到嘅係唔單止安樣。這跟剛剛在吃馬兜鈴的不一樣哦，吃馬兜鈴的就是它有毒，所以鳥不吃。可是這些哈，看一下這邊，是有點像是什麼？這是蟲變成有。它的那個亮度很像假的呢。對呀。那你看是真的還是假的嗎？這樣。不是，我是覺得怎麼那麼奇妙，那麼會黃。你們給他。也就太拍半貼嘅肉，講到強解。我以為你們自己勾一個勾在這裡，沒有那麼多錢。這邊塗點金箔，這麼對呀，好像變黃金了。對，準備開始慢慢看到翅膀。要幾差了？所以再過個3-4天，它就變成蝴蝶。之後顏色就沒那麼透明的。忙是講到安尼，有蝴蝶啊，有按到種類嘅植物，然後增加很多嘗試。它的那個幼蟲蛹到成蟲到那個孵化成蝴蝶啊，哦，這個真的很奧妙呢，自然界的那個奧妙哦，真的還是第一次看到，他們很有心呐。認為現時李萬基開始接觸這個，未認為好這個嘅獎，李萬基希望讓大家共下分享。因為做一段時間的社區營造的一些計劃，然後慢慢了解說，哦，原來社區營造其實，不是改變這裡的環境而已。如果可以的話，把它變成一個產業，才持續的久啊。那如果說只是一個興趣，很快的，這個東西，那個風潮過了以後就沒有了。我們在這邊看到的幼蟲呢，很大隻的，這個就是保育類的黃裳鳳蝶啊。總督當到老李萬基就強容理念嘅人，鄉村裏做這個保育工作。佢哋老自家府下大草先將嘅這個發展，仲嚟當到嘅是草落明年出活。兩下兩天村調查發現有229種嘅這個，村民對自家府下嘅日照色素材慢慢嘅擴大出去。用大草這個村做目標，喺我哋幕後推銷，其實係預計32年前再到2天內大概每天人2年貨。這個小朋友出來講了這哇好漂亮，他們說啊這個講的是啊什麼像橘子啦，像什麼哦，像眼睛啦，我覺得它像什麼？那個蛋糕，像蛋糕，像一個派。說哦對，你看外面還淋在一層啊蜂蜜在上面，哇好好吃哦。另一方係苗栗通宵嘅行業，認為當上一個點錢嘅政法，再度推動起，幫佢認為高度開發，這個肢體被人類破壞到嚴重，會看到這個見來見難，所以佢嘅天展開輔助工作，
体育谱就系对自家服下开始走。这刚刚才化蛹啊，所以它还是翠绿色的，慢慢会变成银白色或者金绿色哈。看这个那么漂亮，所以很多游客看到这个哇，都哇哇大叫哇，怎么那么漂亮的东西哈？那改变他们对蝴蝶的、对虫虫的一个观念哈。一般的。为到本周下就机會欣賞到正嘅組，連煙火當日為做3點鐘，轉嚟達到有衝上。陰來陰出情緒文氣之嘅數集嘅工作11度。剛好就是我種到很多的馬兜鈴，就引來了紅紋鳳蝶、大紅紋、台灣麝香，最後連那個寶月的黃裳鳳蝶都來了。我每個禮拜到山上去看，我兩三年才能看到一次黃裳鳳蝶。而且就遠遠的看1隻2隻，你稍微靠近它飛走了，所以真的是珍貴稀有的寶月動物。可是在我家呢，它就每天就好幾隻飛來飛去。當年本年煙火感圖相隨家業，村民除了自家福下，明年中重度嘅家家共同氣氛，人潮走這個發展。这个租金了，都拢会一看。这个点本来是乱七八糟，他们这俩以后做蝴蝶花园，哎，这个都是我们大家做义工来做的，一起整地，一直种下去，一直照顾。虽然两下这个付出有辛苦，不过展开学时间，东皮的居民是总得接受。以为是那个蝴蝶的幼虫啊，会吃到那个农作物这样啊，不了解啊。但是现在了解了，那个蝴蝶有那个吃那个特定的食物啊，就不会伤害到那个农作物啊，就参加他们的活动啊。给他们母亲还原，咩迄有點排斥，都會講哇嘅乜嘅要冇收入，啊冇限，不是都愛幫錯啦，哦又會種花啦，哦啊又日條按拉啦曬日條啊都會清強安尼啊，啊羅美本嘅李老師佢嘅很像燃燒蠟燭這樣的燃燒自己的那種心哈，感動。剛開始我們做哈，就是也有利益的問題啊，他覺得說好像我們在賺錢一樣，啊，所以他們就會除了說怕蝴蝶來吃他們農作物以外，還有我們的社會習慣其實也都是這樣啦，就是你做得不好，大家就笑你；你做得很好，他就嫉妒你這樣。歸路建區長住兩海宣告，不過連煙火講，這個村嘅人潮並唔係當公去做嘅。兩天村民耕種落雪、炒米、鳳梨、老虎果係出產最多嘅。不過運費太過攀上，農民嘅利潤都要限頭，所以開始容易成為經濟面銷，讓農產品出銷。不過一直冇特色，所以連煙火就建議將這個生態做了解特色。所以他們就找了10幾個人。其實都是以前我鹿野國中的學生，就組成一個蝴蝶班，我們叫做農田蝴蝶工作坊。對工作坊到基本嘅協會，半年內喺連煙火嘅帶領下，天天嘅打出各個村嘅名聲，有下來嚟農民咪利用機會出銷農產品。那你這邊好像有很多不同品種，是不是？對，好幾個品種，因為它不同品種，它產期就是也會稍微有差別一點啊，所以在我們銷售上可能就比較不會說全部擠在一起，很自然的，它自己就會產期調節的，不用我們人工在產期調節。當然，農田這幾年推蝴蝶村下來的話，我們自己感覺上是幫助也蠻大的，因為畢竟你推蝴蝶村的話，就要重視生態保育這一方面啊，再加上我們如果說是推有機農產品的話，就是相輔相成啦。不過日辦發展公告係希望遊客日到日好，兩天日實唔係按樣年費。
生态旅游有很多要点，大家都知道嘛。你要来在地消费，在地人受益，那我们就是朝这个方向来做哈。然后要总量管制，我们也不希望说进来的观光客太多，那太多的话必然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品质。这个西部已经有很多的例子在。我还是以我们这个地方很漂亮，我们自己的生活为主啦。那个观光的部分是有人喜欢就大家来分享，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用刻意去推销。虽然冇当工推销，不过好这个好自然生态人，都会不了解天然好环境下头，甚至两下还就是对外提升居民，现在来了解。我们那时候来这边要找居住地的时候，我们就来李老师家，然后就按电铃，那说我们来参观一下，然后就跟他聊一聊这边的状况，就觉得还有一群人在投入，所以就还蛮感动的，就觉得这边好像还有蛮多的生态，蛮不错的，好像蝴蝶啦，或者是其他有一些农民他们的那个种植的一些想法不错，所以我们就落脚在这个地方。用这个辅助开始进行社区认筹，帮每每老政府单位寻抢经费不错，不过协会一直都生意竞争。因为乡下地方一般来讲就会这个经济上面比较不好哈，所以会发展这个产业但像我们做蝴蝶生态导览做这个手工艺品的 DIY 做蝴蝶餐这个也是在造产但是我们也是害怕，因为有的社区到后来大家都在造产，然后几乎造产以后就有利益，所以大家到后来就没有在做社区营造，大家都在做生意了。林彦峰认为，社区认筹除了筹金筹善之外，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为改创人。做得很漂亮进来这个视觉上觉得很漂亮那么我们造产让大家可以有一些收入，其实有适当的收入，而不是一直光是赚钱。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的思想观念能够改变，让我们这个社区能够这个很和气，让大家生活在这边觉得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个社区。对于将大眼嘅社中头变做这个满天飞嘅江这个村，冬天出墙系这个穷肉，经历嘅蜕变。成為用幾條全世界文化老年輕來感同大家人嘅心，係講有機會來到呢，從呢方式嘅享受，攞這個窮下跳舞嘅快樂。